我自細都係坐唔定嘅人嚟嘅，咁所以咧，我會中意喺唔同嘅時間咧，都係跟住自己嘅心去行啦。包括我中意行醫啦，中意教學生組員做科研，咁但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興趣咧，就係我中意收藏一啲古董。我係陳家亮醫生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嘅腸胃科教授，近年亦都係一個創業家。我作為一個醫生或者作為一個做科研嘅人咧，好中意求真嘅。嗰樣嘢點解會係咁樣嘅咧？收藏古董咧，我哋都要講鑑別佢真假嘅，但係往往呢方面咧都有好多主觀嘅感覺。但係做科研咧，我哋要好多客觀科學嘅數據。我記得嗰陣時90年代嗰陣時候咧，我哋覺得大腸癌將會喺未來可能10幾20年間咧，會變成一個好重要嘅癌症，影響我哋香港人。因此，我會覺得，與其等到嗰個大腸癌變成頭號殺手嘅話，點解我哋唔及早做啲嘢呢？所以我哋團隊繼續做呢方面嘅科研，希望可以推動大腸癌計劃呢個咁有意義、幫得到佢哋嘅檢測工作。50歲之前患大腸癌嘅風險相對仲係低，但一踏入50歲過外咧，即刻好似坐直升機咁上嘅。好多適齡人士點解佢唔去做大腸癌嗰個檢測呢？我相信原因有好多嘅，以為啲檢查係冇乜作用啊，或者檢查會辛苦危險啊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我哋需要做嘅嘢咧，係唔單止不停要推進嗰個科研啦，第二咧喺個教育嗰方面都要做得好多額外嘅功夫嘅。表面健康嘅市民以為自己冇事冇幹啦，或者佢哋就算想去做，都唔知選擇邊一種嘅檢測工具好。所以有醫療人員呢方面嘅指引咧，嗰個成效同埋個效益係高好多。縱使我哋過一個好健康嘅生活，好留意做運動，好留意自己嘅飲食，唔代表我哋可以預防好多唔同嘅疾病，包括癌症好啊，或者其他嘅代謝綜合症啊、糖尿呢方面嘅問題嘅。所以定時做一個身體嘅檢測咧，呢個係對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健康嘅規劃嚟嘅。做咗幾十年醫生咧，我發覺咧，健康唔係必然嘅事嚟嘅。有啲人放縱自己，有啲人過分擔心，咁亦都唔會幫得到你嘅。懂得中間嚟到攞個平衡，令到自己過一個安心快樂嘅生活，係好重要嘅。